家喺美孚站啊。咁咧就揀咗美孚站，但係如果美孚站咧，一般咧就會揀由出咗去之後就行去中山堂，即係行荔景山路，跟住再轉入呢一個青山公路葵涌段。咁沿途又冇風景嘅，咁我今日咧就自創一條路線，就喺華景山路華園村華麗閣嗰度，喺嗰度開始行，就經過呢一個長坑村，跟住然後再轉入呢一個九龍接收水塘第一個站。咁喺呢一個華景山路咧都有好靚嘅風景嘅。咁呢一度就喺美孚站嘅 A7 號就出巴士總站，搭呢一個92號 M 小巴，就上到呢一個華麗閣出口，即係呢一個巴士總站。咁去呢一個華園村華麗閣，一般嚟講咧就可以有幾個地鐵站都可以去到嘅。一個咧就係荃灣區，咁就係93號小巴。荔景站行到上頂過對面，就有47號 M、92號同埋93號。而美孚站咧就係92號 M， 就係呢一個巴士總站隔離。咁我就唔會選擇咧行去中山堂再行上去啦。咁啊可以上到華園村咧，都可以睇到維多利亞港嘅美麗嘅景色。好啦，出到嚟 A 出口咧，就見到有好多線嘅巴士啦。呢啲咧主要係去呢一個屯門啊、荃灣啊，跟住見到啦，有一條紅綠燈。過咗呢個紅綠燈，前邊咧有2個小巴站，應該呢個係叫做92號 M， 你睇92號 M 上華園村，好快就有車啦。呢個就係92號 M 美孚去華園村，咁又唔使行去中山台，然後再上呢個長坑。嗱，上嚟嘅小巴有咁多架，47號 M 就嚟自呢一個荔景站，92號 M 就嚟自呢個美孚站，93同93A 就嚟自呢一個荃灣，97號 A 咧就嚟自呢一個深水埗長沙灣，可以喺呢一個荔枝角站上，嗰個係喺長沙，唔係喺巴士總站裏面，係喺長沙灣道嗰度上。首先就過咗馬路啦，就喺紅綠燈嗰度過。呢度有晒嗰啲站嗰個站圖。荃灣西站係97，咁都幾方便。落咗車喺華麗閣之後呢，就過咗對面呢條叫華景山路。咁就向上行，華麗閣就係華園村嘅第3座，第4同第5座咧就喺呢條斜路上，就係92號 M 嘅小巴站。
站。有趣喎，喺個咁偏僻嘅地方呢，係有一個車速監察站。你見到呢個車速監察站，就可以轉去右邊，就可以落到呢一個長坑村遊樂場，同埋呢一個九龍接收水塘水庫。好，開始起行。呢度就係叫做得唔得意啊？個名叫做九華徑泵房上村。無人山徑呢，又大約半個鐘頭到呢，就可以去到九龍接收水塘。咁我哋而家出發。咁變咗呢，我哋同嗰4個水塘呢，就大約喺呢一個海拔嘅高度差唔多嘅位置，咁就唔使喺美孚攀爬上嚟，只係搭一架92號 M， 係4個7，司機係好人嘅。好啦，已經可以睇到第一個景點，就係下邊呢，就已經係可以望到呢一個葵涌碼頭。哇！係咪發現新大陸啊？跟住嗰個山上面嗰啲應該係醫院嚟嘅，係咪？瑪嘉烈醫院同埋葵涌醫院咯。咁繼續沿住呢一個綠色嘅欄杆行。呢度有好多芒草，都好啦。呢度叫做泵房上村。咁呢一個泵房上村個環境都好寧靜啊。咁大家行呢度嘅時候，唔好喧嘩。好快就會見到接收水塘㗎啦。唔好行上去，上邊係啲村。總之一直沿住呢一個綠色欄杆走，行到呢個分叉路位，唔好跟咗黃色欄杆行落去，繼續向前直行。繼續揾返綠色欄杆，記住唔好跟咗黃色欄杆，繼續揾呢一個綠色欄杆。跟住向下，即係大路上都係向下，但係唔會跟住黃色欄杆。行到呢度好似冇路行。過咗呢間廢棄嘅又見返啲綠色欄杆，記住大路上係向下行，不過唔好行黃色欄杆，一路都係綠色欄杆。你真係估唔到喺呢一個美孚麗景一帶，原來山上仲有咁多人係住喺村。跟住呢，就行呢一邊啦。
你哋揾到咯。即係行完綠色嘅欄杆之後，就行綠色嘅呢條修路，仲有4個字到就可以去到呢一個接收站。九華徑食水抽水站員工宿舍，葵青民政事務處。到呢一度咧，好似個收車就向上行呢一條村，再向上行咧，就會去到呢一個長坑村。上返去喎，嗰度係兜返轉頭。呢度叫做咁得意嘅，即係咩啊？土教王頸 Number one high level。白鴨，哇！可能上邊係一個高尚住宅區啩，跟住就沿住呢條車路行，真係有趣啊！呢度，咁呢度都幾清啊！請勿棄置廢物，違例者會被檢控。呢度幾有趣，香港槍擊總會行啱咗啦，呢條叫長坑路。如果真係迷咗路，就問人或者用 Google Maps 行呢一個長坑路。又見返綠色欄杆，咁就繼續向前行。前邊呢，就應該係長坑村，民政事務總署統籌葵涌長坑村。真係估唔到喺呢一個美孚咁先進嘅地方，上嚟呢一個九華徑一帶原來有咁多寮嘅。行完呢個槍會之後，就向前行。揾返綠色欄杆，繼續向前行。跟住見到個政府路牌之後呢，就見到你嘅右手邊綠色欄杆，記住就上樓梯啦。
介紹一個，呢個就係九龍接收水塘，我啊覺得好靚啊！1926年，繼續行。咁呢度沿路一路都有啲路仔落去睇水塘。跟住就向前行，沿住呢一個接收水塘，就向呢一個富水塘。咁沿路都好涼爽，好好風。4個水塘連走要2小時，要快啲，喺入黑前要快。上面燒烤地點，跟住繼續行。咁上邊係燒烤場，咁我哋而家繼續向下行。第2個水塘，九龍富水塘，繼續都係望見呢一個葵涌貨櫃碼頭。富水塘1929年，香港 WW193。九龍富水塘，今日咧我揀咗一條錯嘅路介紹俾大家，因為基本上自由行啦，4個水塘，你入咗呢一個金山郊野公園區，中意點樣行就點樣行，跟住就沿住呢一條叫長園路就繼續行。就會去到呢個九龍水塘。呢條長園路有馬騮嘅，就係落去呢一個富水塘同埋呢個接收水塘。落車位就係呢一個石梨半水塘、72號巴士同埋81號巴士。呢個範圍就係金山郊野範圍。而家就行呢個麥理浩徑5段同埋鷹巢山自然教育徑。向呢條樓梯上咗行人天橋，行過嚟馬路嘅呢一邊就係麥理浩徑嘅5段，可以去呢個鷹巢山。鷹巢山自然教育徑，好啦，過咗嚟對面之後，呢邊就係獅子山郊野公園、皮爬山路、漁農自然護理處獅子山郊野公園。好正，如果我翻轉頭。好彩呢支棍好似有少少重，完全唔驚人喎。如果係當近玩咧，我覺得幾有趣。跟住上鷹巢山自然教
風化係指受生物生長及活動影響而對岩石產生嘅分解作用。植物根部擠放石頭，可令岩石裂開。此外，有機物質都會加快風化嘅速度。係咯，呢個就係嗰個風化。要睇日落都靚喎。哇！終於睇到啦！哇，密密麻麻芒草。我度應該係呢度下邊邊度啊？你認唔認得啊？應該係長沙灣、荔枝角一帶。但我都唔，如果多樓度咧，我都唔係好認得啲地方。咦？好似連港島都望到嘅喎。港島最高嗰座係咩啊？最港島喎。中環廣場。先係賺到呢個景啦。如果晏啲仲可以睇到日落，繼續行咯。